新界專線小巴路線624由永東直巴旗下萬聯、遠東旅遊服務有限公司營辦，來往駿聯及元朗、朗明街，中途不停站。運輸署服務詳情表顯示此路線為循環線，但在任何情況下，用車抵達元朗、朗明街後，所有乘客必須落車，故屬假循環線。此路線前身為公共小巴駿聯至元朗線，以類似居民巴士模式服務。遠駿聯運輸署於2024年8月推出特選紅鑽綠計劃，邀請包括該線在內的11條已參與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，並符合指定條件的紅色小巴路線改為專線小巴營運，並於2025年1月6日批准。隨後將路線編為新界624線。路線改動原價2025年3月9日624線投入服務，取代公共小巴駿聯至元朗線。好啦，我哋上車準備乘坐本班車。KMB 轉車站，轉車站轉車快 ，App1933 新功能至啱晒。KMB 轉車站，轉車站轉車快，轉車更愉快。無法找轉車站，使乜怕？憑電話嘅功能，睇一下全新轉車站，每一個九巴也路過。KMB 轉車站，轉車站轉車快 ，App1933 新功能至啱晒。KMB 轉車站，轉車站轉車快，轉車更愉快。全程令你點到點，轉車嘅月台早給你預算，去遠啲也永無懼，遠站上落更快捷不會累，為你節省車費、路程時間，新的好習慣陪着你90年，不管早或晚。KMB 轉車站，轉車站轉車快 ，App1933 新功能至啱晒。KMB 轉車站，轉車站轉車快，轉車更愉快。全新轉車站，轉車快，由上水去九龍有幾架，銅鑼灣過西隧去新界，舒適更愉快。轉乘就係咁簡單，慳水慳力慳時間。感謝你收看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分享。